你香港的老大的、上高的，对吧？都配合上什么是吧？俺那没做，还来个的，台湾要没这个这个，但对配家庭没忙给，看到这个确实是个熊，19斤被抢呢，到台湾他们这要没不进来，对吧？俺那对配拿了也得家庭没忙。按照展望个我了，吹的不低的，看到个，假设假的吧，等俺了呀，开发的没吧，仪器这些有的不是差掉的。他这个是讲到哪里呢？南水了，他那休息了先，南水先就是啥呢？那大来那么，听个老师傅，大来老师傅是写的，当老师傅让人们都搞是不是？那搞他搞不清哎。忙着这个多啊！加上通讯了，呢，内蒙古了偏个为就是啥呢？俺来大概印度了见呢，啊，在印度代表团呢，呢，是朋友家个阿扎扎，呢讲呢，朋友考看这个，没什么因为。这个有了修到第一点长毛了，这我那他呢，俺了呀，干没吃不成的有的不这个，第年那么大真的拿了，那是社会用的，他真的印度啥呢？抢救生，这个上路当然这个，但相反了，这些都是可说是不给移动路线的，在有点这个，大概我那就没忙过去了呀。还有哪有个我说在偏个要的，实际的印度的偏是的上路开买不起，样这个想到起来呀，这个相对性因素确实给没得过。当然的，都还有哪有个没了偏到样的这个，没什么因为，是有了修到个特别地址差不多的，修这个高程度，实际上个俺的多买那这边。呢，俺都他们都注意，刚到来的没啷个他呢，这个他这没送蒙古这里呀，看到用的这差的些，实上个的，其实那个马赛克跑了也的，是不是个短期的影响呢？没啷么解决了，那还有哪有个没事的啊？俺的这个到通讯了，这个他路修到蒙古这里也偏个也为就是啥呢？老的俺。都属于他就有，他那你想让没跟地里，蛮干的没给大家写人，要啥多少，他根本就，但并不到是刚开教的，对嘛？到现在属于要啥都是个，实际上个但永久到路，你是什么时候还是俺的对个人，就说，并不到是马代尔这些，要的的一年。呢，看待他就是来这个上班巴适的，可是得学的，至少听上说他的电修那些，没那么讲不来，听上说没那么其他的不能行，没那么的提醒都主要还是爱出这个，听上说我老对不起说啊，那这是来说人，啊。